啊女？反正我就是不想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何锦熙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好好的想跟你培养感情，你这么不配合，是不是想离婚啊？赶紧，老婆拿上，下楼。顾总今天没来呀？哦，是啊，不知道今儿又去哪儿玩了。唉，幸好平常公司有您在，要不然公司有什么事儿，我都不知道该找谁。别乱说话。公司这么大，每个部门都有专人负责，除非有重大的决策，才需要顾总来决定。所以顾总在不在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唉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我还是觉得顾总太不把公司当回事儿了。你呀，公司人多嘴杂，这些话说给我听听也就算了，平常小心说话啊。何锦熙，别睡了，赶紧睁开眼看看窗外的风景吧，很不错的啊。不错。让你出来你还不愿意，现在是不是觉得听我的才是最正确的选择？我还是觉得在家里待着比较好。陈哥真的和他老婆旅游去了？可不是嘛，人家顾西城现在对那个女人可上心了。那是好事儿啊！在我们乡下，男人啊，要是没结婚，怎么玩都行；男人要是结婚了，那就得收心了。猛丽啊，哥提醒你多少回了，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老提你们乡下，好吗 ？Jesus Christ！ 不过这趟回来，就知道事情可以成不成了。